乡真够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继续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黎巴嫩进前发生 BB 扣集体爆炸，接落来又搁传出对讲机嘛集体爆炸，对讲机爆炸有造成20个人死亡，450个人受伤。也来爆炸的对讲机是有打日本艾可木的标头，也毋过这间公司是表示，因这个型号的产品早伫10年前就已经无生产啦。因为联合国打算伫今仔日拜五会开会，要来讨论连环爆炸案。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是警告讲，唔通甲民用设备武器化，要赶紧想办法，避免中东的冲突搁再加悬。黎巴嫩10月传出第二摆无线电通信设备爆炸，武装组织真主党用的对讲机，伫首都贝鲁特甲南部地区发生真一件爆炸。据通报含前一摆 BB 扣爆炸受害者的丧礼场合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伤，因为设备爆炸原因无清楚，有的电子产品点头，真可能将相关的产品刷走。不过黎巴嫩民众依然感觉真不安。إذا عندي بالبيت طاقة أو على البطارية ليثيوم أكيد بدي أفصلها على الإشعاعات رغم إنه بجوز مش مزبوطة بس الواحد بضل بيخاف。这摆爆炸的对讲机设备出现日本电子制造商艾可木的标签，因为机身无打防柜大纸，厂商目前无法度确认是毋是家己发货产品，而且这型号早伫10年前已经停产，也无过生产电池。外国媒体引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指出真主党差不多伫5个月进前买一批对讲机，甲 BB 扣是同一时期买。这期真主党的规个通讯网络可能已经互以色列情报系统渗透，两件爆炸案造成今仔载来3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Now, these devices for Hezbollah are a means for them to sidestep what's believed to be intensive Israeli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on Lebanese telephone networks, especially as clashes continue for over 11 months. 虽然目前以色列官员也未对爆炸案发表评论，军方所证实最近伫加沙组成的一个部队已经被中心部署到北部，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加沙冲突以来，黎巴嫩真主党用支持巴勒斯坦人做理由，伫伊利两国边境进行交火，各界愤怒引起全面战争。美国已经连续2天表示，无涉及通讯中地爆炸案，同时警告唔通互中东局势升级。伫阿拉伯国家要求之下，联合国安理会按算伫20开会讨论针对真主党的爆炸案。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进行呼吁，不应该将民用设备武器化，各方人士爱站站。国视新闻有眼朋友。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黎巴嫩发生 BB 扣大规模爆炸。第一时间传出讲，这 BB 扣是咱台湾金阿波罗公司的，所以树林地检署是认定讲，这已经牵涉到国安问题，所以主动分案调查。昨昏又约谈金阿波罗公司的董事长柯成功，也个欧洲公司 BAC 伫咱台湾的联络人一个姓吴的女性，两个人互讯问了后，伫今仔日透早拢互请回。黎巴嫩传出 BB 扣集体爆炸，造成上千人死伤，震惊国际。外国媒体一开始报道的时阵，讲这款 BB 扣是来自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不过董事长柯成功否认，讲是授权予匈牙利厂商 BAC， 也就是打金阿波罗牌子的大百货。苏联地检署认定涉及到国安问题，就讲针对金阿波罗公司，也有 BAC 在台办事处零4的所在进行搜查。并且以证人的身份约谈负责人柯成功，甲协助 BAC 在台办事处承租共享办公室姓吴的女子。柯成功讲 ，BAC 公司伫咧台湾的联络人是一位姓吴的女性，办公厅是伫咧台北的内湖科学园区，不过已经伫咧今年5月退租。检察官透明核实了，伫今仔日透早有令柯成功甲吴姓女子请回。台湾并没有直接出口该款呼叫器到黎巴嫩，且该款呼叫器内结构包括通讯接收天线、微处理器晶片、通讯解码器、主机板、显示器以及一颗3号干式碱性电池，并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外交部表示，经阿波罗自2022到2024年8月出口20万套 BB 扣，主要是欧美国家，并无直接出口到黎巴嫩。BB 扣内部的结果是无爆炸的可能性。不过，金融时报报道 ，BB 扣伫咧欧洲或者是中东组装，有可能用到台湾或者是中国的零件。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的金阿波罗这间公司讲，这 BB 扣唔是因做的，因敢若是授权互匈牙利的厂商去打败。也若这个 BB 扣含这对讲机是安怎会爆炸？台记者记者有去访问专家，专家是认为讲，这产品有可能是伫运送的过程中去互动过卡手，伫内底放火药。也若经过解过的 BB 扣接到信号了后，电流一个通过炸药，就会规个崩去。然后你要知道它多高温，你就看它的颜色。像它这样到了纯白啊，就6500度 K 啊，那这是保证可以点燃。透过画面解说安怎透过电甲炸药点好倒爆炸。黎巴嫩这几天发生 BB 扣对讲机爆炸的案件，两间互人指控的制造商攞出面背回家己生产的产品无问题。专家讲，若制造商无受指示去生产有问题的设备，安尼就有可能是利用应链的运送过程，通信设备互人当过卡手。看人家跟你下单的时候有什么样奇怪的要求，比如说你不要把我这个封装封死啦，为什么？因为我好拆嘛，啊，或者说哪一个这个零组件，啊，又是怎么样一个特殊规格？然后，难道他们没有警觉吗？专家讲，有心因素也可能向制造商收购正常产品来改装，再搁卖出去。上有可能互人动卡手的零件，可能是伫电池内底加入炸药，透过信号和电流镜向炸药达成爆炸的结果。大量的收购之后，透过这个改装的方式去加上一些，比如说这个导引的引爆的装置，像引爆接收器啊，还有另外这个火药的部分。啊，有可能，或者是也透过电池的方式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火药的置入。你应该要有一个方法去确保，就是说从你生产完到交付的时候，它这个东西都是安全的。那甚至是你其实都检查完之后，你贴个封条。更进一步是说，你要有一个白名单的一个程序。那只有说你符合某一些条件，那这个运送过程，那这个才是白名单。那你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确保，就是说我们用的东西其实都是安全的。专家讲，现代技术已经会当透过扫描晶片检查敢有恶意的设计，不过成本无低。要避免透过通信设备发动恐怖攻击，就是要针对随身的设备做检查，才有法度确保安全。这个案件引起国际上的关心，亲像电影的剧情伫现实发生，到底倒一个环节出问题，已经成做全世界的焦点。记者郭不跟张君豪、林卓凯、新竹台北报道。再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受南边风系往北边甩影响，水气有较高。也毋过伫无落雨时，嘛是感觉较翕较热。咱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伫南部、东南部，也有外岛的偏乌，不时拢会有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伫过昼了后有局部地渐雷阵雨。气象署有针对台东发布高温的资讯，是到黄色的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也若伫其他的所在，日时高温是伫32度至35度左右。今仔日到明仔载，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西南沿海、红头树、绿岛，也个马祖平湖，拢有灯影会发生，所以乡亲若是准讲有要去海边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既然头城一个56岁姓简的渔民，昨下晡驶三班啊，准备要驶入去大理渔港的时，互海影拍甲规只船变过，人嘛跋落海，海巡赶紧去救，加载有成功救着人。19日6点多，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划船队代理安检所执勤人员发现一台水内平底船入港时阵，挡袂了大影，互影拍甲冰船，船顶有一个人跋喺海，随赶紧通报并且派人去救。你先穿好不好？先穿着，先穿着。船顶的人跋喺海了，飞去伫变过平底船船底等人救。海巡人员先等救生伞会救伊撑起来，结果用伞甲人扭到岸边。经过初步检查，人精神正清楚，身体有淡薄刺伤，不过伊家己讲唔免送病院。发现作业渔船加圈星号进港时遭浪袭击，导致翻覆，随即通报备勤人员协助现场抢救，第一时间投掷救生衣、抛绳带施救，成功将船长救援上岸。经初步检视，简姓船长意识清楚，有些许超伤，船主表示无需就医。气象署也发长影即时信息，今仔日归人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也个恒春半岛、南苏、绿岛、马祖，容易发生长影。新北市的龙洞、台东，也个南苏，也已经观测到影源有1公尺半到2公尺。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伫台东的冰毛部落发生集体食物中毒案，有造成12个人送病院，已经有3个人死亡，目前还有6个人还在住病院治疗。卫生部伫昨昏表示，对落嚟大雅藏内底的检体有验出一款的农药，或者托福熊，而且这是一款真毒的农药。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这大雅藏的藏虾种的时是毋免啥物用着农药，为什么会验出农药？这部分检方已经在调查。真侪个动物专家实先登去现场采样，再搁去农地来现勘，采访当地的农药行，嘛含高消防站要较紧来调查厘清台东集体中毒案后壁真正的原因。假专假的这个部分，我们在山上我们不可能随便乱采。这个事件是造成金峰乡的冰毛部落有3个人死亡，当地卫生局已经送验落地、丁兰含阿拜大雅藏甲醇的部分，3个检体检测，经过卫福部农药公台检验，在甲醇的部分发现不是一般的信号，验出有机磷托福熊。每颗粽子换算下来，粗估是大概30毫克，很明显，这个托福松的检出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浓度相当的高。卫福部说明讲，有机磷托福熊是剧毒的农药，中毒的镜头有乌人变甲干那尖，会带甲吐甚至昏去。急性期伫5分到30分内会出现。这摆采集的人体检体，初步嘛验出有农药的反应。食鱼检体内部分别是哪一个食材，我们当然还会再去做一些定性的鉴别。不过经过烹煮之后，原来来源是什么，可能都会混在一起了。它其实都是用在香蕉油，然后菜，十字花科的菜，比较用在地上的一些线虫。根瘤线虫。另外，阿拜内面是包什么食物？食药署讲到，除了台外站的叶啊，还有台亚落地肉、猪肉含竹笋，到底是对一个成分有可能去验到托福熊？虽然是要等官方来进一步鉴别，但是有学者来检视这摆相关的食材，认为讲，这张叶含竹笋在种的过程中是无啥会去用药剂来涂糖。它是使用在土壤里面那它的半生期其实也都不长，顶多就是1个礼拜或2个礼拜这样子的半生期，所以使用了以后，然后又在田间又降解又衰退，要从药剂到植物的残留，然后被人摄食以后，造成像这个急性中毒的情形，基本上它是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算有学者讲托福熊有系统性，会互树栽吸收，用水洗袂掉，但是因为安尼引起中毒，过去是真罕咧看。不过照官方的统计，专案加起来是12个人送病院，其中3个人死亡，还有6个人持续住院治疗。到底农药是安怎入去到大雅藏内面？即马检警嘛当介入继续厘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委会宣布，两华裔同性伴侣会当比照两华男女伫第3地结婚的规定，对今仔日开始提供结婚的证明文件，就会当转来台湾的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的登记。也毋过依照两华法律的规定，因为即马中国是不承认同性婚姻，所以中国人无法度去注销中国的户口，安尼就可能无法度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来看中国时报。死刑敢有违反宪法？宪法法庭伫今日下晡3点要作出判决，总讲是有违反宪法，也是部分违反宪法，也是讲合宪法，也毋过有做出限制性的解说，拢会互死刑的制度有哪无共款。台湾就会走向实质废除死刑的阶段。目前被判死刑的37个死刑犯，就有机会会当重新来审理。来看联合报，金管会进前有宣布无同意中信金控去买成功金控。中信金伫今仔日因会召开董事会，要讨论新的计划。不过银行局是表示讲，监理机关的态度是真坚定的，暂时免讲的意思就是反对的意思。金融机构袂使做出任何有影响市场的行为。因为中央银行是伫昨下晡召开第3季的理监事会，考虑到即马通货膨胀已经无遐严重啊，所以决定讲这利率无要改变。也毋过有宣布一寡控制差房市的措施，是提出第7届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已经有买厝的人，佮要买厝，就无贷款的宽限期，而且买贷款的金额嘛，敢若会当贷5成。
央行第三季理事会考虑国内通膨有慢慢来回降趋势，明年可望降到2%以下，确定利率无变。不过，国债出手压制房市，提出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包括自然人名下有厝的人，第1户房贷袂使有宽限期，第2户买厝贷款上悬成数由6成降到5成，并且扩大实施到全国。另外，存储贷款上悬的成数由4成降到3成，相关措施为9月20开始实施。我们的信用的资源啊，在这一段期间呢，整个向这个不动产倾斜了，而且倾斜的蛮大的。我们要释放出那个讯息，让市场不要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房价会一直上去的这个预期。央行宣布调升新台票存款准备率0.25个百分点，连续2季调悬。央行认为各搭配道德可靠甲选择性信用管制，有助进一步减慢信用资源流去不动产市场。第7次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我们所花的力气，我们所花的时间啊，同事之间的一个讨论。加总起来，对我们的一个压力来讲的话，我跟各位报告，应该是不输1到6次的加总。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时候，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有那个基础的。若是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2码，台湾无对，央行表示主要考虑下半年甲明年国内经济温和成长、产出开口拢是小可负担，利率政策无变，有助金融稳健。我们现在目前的政策利率跟16年前的政策利率也是一样的高了。那这个过来就要如何来做？这个我想我们再来考量通膨的情况，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观察的那些。那当然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各个国家它调降的幅度。央行表示，展望明年全球商品贸易升温，新兴科技应用持续扩展，会带动台湾出口加民间投资成长，而且基本工资加公共交薪水调悬，会使民间的消费继续增加，而且明年经济成长率是3.08%。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检方侦办京华城案，北检伫昨昏是第3届提审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景去厘清案情，而且有传被告威京集团的子公司顶月开发的前董事长，也就是台北市前兵役局长朱阿虎去问话。也若台北市议会调查京华城案的调查小组昨昏有开会，来讨论调查报告的结论。也若这份报告尾仔会送予监察院。这个轮椅挂嘴案面对新闻拢无回应，北检继续侦办京华城案件。19日下晡第3摆提审在阿威威京集团主席沈庆景，另外前台北市兵役局长前威京集团子公司董事长朱阿虎也被团团出庭出现在北检应讯。要不要讲一下京华城的事情？台北市议会京华城专案小组19讨论调查报告结论，较之前游锡会会后讲，因为结论建议有无同款的意见，所以9月30会个调开会期。未来我们也会请市政府也好，或者是监察院也好，再去做行政责任的处理。议会只能做行政的调查，我们没有权利去惩处谁，我们只能给出建议。游锡会强调，跨党派调查小组就是希望采用无同款角度甲立场还原事实，无希望外界感觉报告有针对性。目前5个建议拢偏向制度性，希望唔通过同款的案例发生。国民众党也开记者会说明京华城案件。迄时阵副市长刘桂黄珊珊强调，京华城唔是都更是都市计划，而且都市计划法第39条、第85条本来就是有关台北市有权利家己定用积率、用积奖励。京华城案子不是唯一，也不会是未来的唯一。它就是一个台北市目前为止现在所做的所有的相关西部计划都是用同样的标准，所以这些委员们跟台北市的公务员，他们都是依法行政，没有人可能明知违法而故意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调查小组的报告里面，不管是彭振声副市长还是黄锦茂局长所回复的，都是官员没有接过任何的上级指示，都是依法行政。
民众党主席郭富城牵查金华城案件做到羁押，检方用3摆提讯，暗过金华城证据连环逼空。特别市议员柯秋华佫提出质疑，协会所的每一个细节规定限时回归拢成零，并且佫发现有温存性起还佫逾约的情形。督促押出案件的疑点，特别市长蒋万安表示，会配合检方侦办，赶紧调查事实，还原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因廉政署伫昨早是去超高雄的旗山和凤山这2大卫生所，甲一个工作人员带走，嘛抓走一寡相关的证物。市政府的卫生局是表示讲，是因为在做内部稽查的时，发现有一个办理婚害业务的同仁，那亲像违法，除了已经甲伊记过，嘛主动送互检方侦办。另外，伫高雄的乌来派出所，佫传出有一个交通警察伫跋筊网站插脚，即嘛分局已经甲伊记大过调职。食薰对健康是真无好，为着帮助民众来戒薰，真侪卫生所拢有办戒薰班。高雄旗山区卫生所伫民国109年和110年嘛有开，但是传出所内承办薰害业务的同仁涉及不法，再去检验去旗山区、凤山区的卫生所敲吹，甲一个工作人员带转去嘛查扣一批证物。相关违法事证主动函送相关单位侦办。今天9月19日，廉政署进行廉政调查，卫生局要求同仁必须配合相关调查程序。初步了解，涉案的这个人是负责主办薰害防治相关课程，涉嫌无照时定礼拜课，甚至疑似用其他发票来核销诈领课程的补助款。桥头地检署讲，即马专案搁在侦办，下晡去旗山区卫生所营运正正常，但是工作人员方问到戒薰班开课的内容，也是相关问题，时阵是无愿意回应。除了卫生所的员工，另外还有乌来分局交通队的警察，涉及运彩跋筊签到，红记一大个的处分。该员坦承于111年至112年间，有于赌博网站签赌情事。本分局立即依据警察人员参与赌博财务处分原则规定，参与职业性赌博财务者，合予记一大过。乌来分局讲，这警察是111年到112年之间涉嫌跋筊，系统地检署在侦办21个警察，转介其他同仁跋筊的时阵，查出这个乌来的警察涉案，19已经移送通地检署复讯，除了记过，嘛会报请警察局该对即卖的职务调离开。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的大会即马当地开会，毋但澳洲和荷兰的议会拢已经表态支持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嘛伫参加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的时，头解表达美国的立场。美国是指控中国就是利用2500号国旗来打压台湾的地位。联合国大会7日开始开议，进前荷兰国会通过动议，拒绝中国错改年代第2500号决议，压缩台湾的国际参与了后，荷兰主要媒体《电信报》刊出咱外交部长林佳龙的文章，呼吁荷兰各界爱关心中共对台海的威胁，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嘛头一届公开表示，中国以2500号决议做根据，损害台湾的地位。While it does address Chiang Kai-shek, it's silent on Taiwan's status. Yeah, exactly. And it is a tool that China has used in its diplomacy to make the argument that somehow Taiwan's status is illegitimate. 这是美国行政部门对年代第2500号决议最新的表态。澳洲议会嘛拢通过挺台动议，强调年代2500号决议无牵涉到台湾。不过国会20开议，民进党立委发起2500号决议无牵涉到台湾主权的提案，呼吁朝野共同联署支持，并伫朝野协商提出临时动议。不过无得到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南北党团的处理。我们内部是时常吵吵闹闹的，但是我们对外感情都是非常温暖的。巴拉圭跟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是1957年，正好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所以现在算起来是67年。两国的情谊嘞，可以说是历久弥新，而且坚固无比。Mucho se habla en la actualidad de estar en el lado correcto de la historia. El Paraguay sostiene que se halla en el lado correcto de la historia, pues al compartir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los mismos ideales de justicia, libertad y Estado de Derecho, sostenemos que estamos en el lado correcto de la historia
al defender la democracia de Taiwán, porque así defendemos la democracia de todo el mundo. 韩国如接见咱南美洲友邦巴拉圭驻台大使费卡洛，巴国大使是讲，台巴共享民主价值观，67年来交情真稳定，会持续伫国际场合为台湾赞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才宣布开放咱台湾的游客会当进口去中国，又搁开放福建人会当来金门马祖旅游。想未到第18日时，中国是雄雄对外宣布，对9月2日开始，咱台湾有34项农产品免关税邮台要划停，而且搁特别点名讲，这拢是因为赖政府坚持台湾独立的立场造成的。学者是分析讲，中国上爱用这款先限制才开放的步数来达到统战的目的。9月初，中国才予台湾文旦搁进口。18暗时，中国财政部说讲，因为台湾单方面对中国产品的出口用轻视的限制，点名赖政府上台以来坚持台独的立场，相关两方敌意对抗，阻碍两方交流合作。2月开始停止执行对台湾包含水果、蔬菜、水产等34项农产品免订进口关税，行政院表达强烈不满甲抗议。再一次呼吁中国要尽速的依据 WTO 的相关规范，与我国来进行协商。用对话来代替对抗，来务实的沟通解决争议。农业部一直以来都积极的在协助农民来拓销更多的这个外销的市场。今年呢，开放了这个生鲜的凤梨到这个纽西兰，以及这个红肉的红龙果外销到日本去。刘委会指出，34项农产品是2005年联乌会中国单方面宣布无经过政府交涉，即马雄雄单方面搁取消，证明中共的善意拢是有政治目的，嘛是会使摕来准武器使用。中方是甲压力，唔若为农产品落手。刘委会证实，台塑集团一个台湾籍高级管理干部，伫对话互人边境控制，也就是限制出境、限制出海，为9月初到即马还未转来。案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掌握了，但是不是因为政治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国安的问题，可能是牵涉到上下游厂商，可能一般的刑事犯罪。学者分析，中国这几年拢是先大范围限收早局部开放，想要达到统战的目的，用经贸甲社会资源来操作，像讲开放福建居民到金门马祖佚佗，互台湾文旦阁会使输入，拢是针对性释出善意。中国在利用经济或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来进行对台湾的这种精准的这种统战或者是威吓的更港操作。学者认为，北京当局是一步一步对台湾施加压力，唔是干那台湾政治高层讲什么，也是调整政策，建议政府爱谨慎应对，嘛呼吁民众唔通落入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国际新闻台是同编译。镜头来美国即马正在拍总统大选的选战，川普和贺锦丽举办电视辩论了后，民调是显示讲贺锦丽伫关键摇摆州目前是领先的。也毋过，美国上大工会之一国际拖拉机司机工会进前是拢支持民主党，也毋过这一届因是宣布讲因两党拢无要支持。因为目前川普和贺锦丽攻防的焦点是放伫移民的问题。川普18暗时去纽约州长岛做事，另外有警察甲骑马的特警队严格维安，支持者为下晡就规定到位。还有人讲愿意替川普当枪子，川普上台就大声批评移民问题，无根据的指控真侪恐怖分子入境，贺锦丽爱负责。佮讲伊要去家己讲，合作移民拢食猫仔狗仔的谣言防暴中心，也就是俄亥俄州去做事。How about in Springfield, Ohio?They've got to get much tougher. I'm going to go there in the next 2 weeks. I'm going to Springfield and I'm going to Aurora. I want to be known as your border president. I'm going to be known as your border president. 贺锦丽18是伫美国国会西班牙裔核心小组的活动演讲，宣示要建造几落100万间新厝，也加25000美金补贴头一届买厝的人，嘛无被记咧谴责川普削减社会安全甲医疗保险，大规模赶走移民的极右政策。Donald Trump and his extremist allies will keep trying to pull us backward. And now they have pledged to carry out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a mass deport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How's that going to happen? Massive raids? Massive detention camps?
昆尼皮克大学伫9月70传号辩论了后进行民调，显示福音地伫宾州甲密西根这两个关键州得到超过误差范围的明显领先。威斯康辛是领先1%，相当是平手。不过川普伫南部4个无确定州有小可领先。美国上大的工会之一，就是国际卡车司机工会，宣布这届大选拒绝支持两党的候选人，因为双方拢无对工会的重要议题做出承诺。这是1996年来头一届拒绝背书，嘛打破20多年来拢支持民主党人入白宫的传统。不过，川普认为这原来是伊一大机会，只不过福音地嘛有得到111个美国共和党前官员用公开批表达支持，这人包括捌伫雷根布斯爸仔囝。甲川普时期各政府机构服务过的官员、加前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等等，因批评川普执政的时期引起政府逐工拢真乱，俄罗敌人、下属盟友、军队政治化，甲个人的利益放伫美国的利益顶悬，早就无适任总统的大位。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真侪国家即马拢有生育规矩，南美洲的智利嘛同款。过去10年，智利的出生率是减29%，已经是南美洲上低。学者就分析讲，除了因国家并无提供完善的托育支持，加上女性即马教育水准的提升，职业妇女增加，要生唔生有更较侪生育自主权，这拢是主要的原因。伫公园内面看到真侪少年人来约会，不过拢是牵猫狗来，唔是带囡仔。边仔游乐器材无亲像以前爱排队，即马拢无人算。南美洲的智利愈来愈多女性无想要生囡仔。No quiero tener hijos porque no quiero, sino que es porque el mundo no necesita un humano, un hijo mío biológico, no lo necesita. Somos millones de humanos, hay sobrepoblación, hay escasez hídrica, contaminación. 除了国家部伫咧儿童照护这方面提供完善的支持，互人担心囡仔生了饲袂起，也有人是惊讲生囡仔了生活品质会变歹。Es una labor sumamente abnegada y que no se aviene con mis deseos, mis necesidades, mi proyecto de vida en lo absoluto. No busco parejas que quieran tener hijos, ni me gustan los hombres que tienen hijos de antes. 智利伫咧过去10年出生率降29%，将在南美洲上低。智利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平均每一位女性一世人只敢若生1.17个囡仔，比维持人口所需要的2.1人少真多。学者分析主要原因是，智利2008年开始大学免学费，女性的教育程度甲就业率拢增加，也互女性自我意识变悬。Hablamos de mujeres que no tienen hijos, no solamente tenemos que hablar de mujeres que han decidido no tenerlo porque no quieren ser madres. En Chile hay muchas mujeres, por ejemplo, que quieren ser madre o que quisieran tener más hijos de los que tienen, pero no lo hacen porque sienten que la sociedad no les ofrece las condiciones que necesitan para poder criar y cuidar a aquellos hijos en condiciones de dignidad. 官方预测，伫未来几年，智利的出生率也阁会继续降，估计伫2023年出生率只敢若1.75，真侪人无想要生，甚至去绝育绑起来。过去10年，绝育的人数就增加10倍，就连未成年人有生的比例拢降8成，人口老化问题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法新社报道，荷兰的警方表示，有一个查甫人今仔日伫港口城市鹿特丹摕刀仔毒死一个人，嘛造成另外一个人重伤。这个嫌犯阁有伤害家己，伊嘛受重伤。有人讲，这个嫌犯在犯案的过程中，捌大声喊“真主至大”，敢是因为即阵中东的局势欠悬，黎巴嫩发生连环爆炸案所引起的攻击，正在调查。继续关心意大利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案，提请爱意大利的政府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支持台湾，支持台湾去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也有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联合组织，也有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嘛爱支持任何帮助台湾拍破外交和中国孤立的冲击。继续关心美国大联盟伫道奇队拍球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今仔日打击大爆发，一直过一场攻出3支轰不让，2届投走率，完成51支的轰不让，加51届投走率的上新的纪录。道奇伫这场比赛以20-4拍赢马林鱼，拍入季后赛。这嘛是大谷翔平伫美国大联盟头届参加季后赛。台
台南有一对翁仔某伫讲甲因2个月大的囡仔交互姨母去照顾。毋过，煞接到即个姨母敲电话，甲讲囡仔去互痰去砸着，袂喘气啊！第一时间，即姨母无叫救护车，颠倒是叫即对翁仔某爸母赶紧甲囡仔送病院。呀，即对爸母就指控姨母是延误治疗的时间，害囡仔脑死，拍算要告即个姨母重伤害。翁某2人准备到监护病房看囡仔，面临上艰难的决定的时阵，因为因拄啊满4个月大囡仔倒伫病床，全身插满管啊，用要脑死，状况真不乐观。就第一个时间点就无敲叫救护车，你若第一个时间点敲叫救护车，就无定袂长久遐尔济届安尼，拢还袂听到叫爸爸妈妈，就差不多要陪讲啊。救起来已经比那个植物人还要严重了。姓陈翁某2人原本住伫家己，因为工作关系，8月初将2个月大的婴仔委托互熟悉的灵母照顾。毋过这个月初4，妈妈准备要去接婴仔时阵，灵母向通知囡仔互痰见着，袂当喘气。妈妈迄时阵请灵母马上叫救护车，想要到灵母讲，伊的手机也无法度打电话，按妈妈家己联络救护车。我觉得他一个保姆，然后你有受过专业训练，你又是有牌的，你这点紧急措施你都没办法做，一点基本的反应能力都没有，然后我的孩子就这样就没了。到灵母的厝内底无人，暗过门口好亲像互人破红漆。婴仔急救开刀了后，虽然恢复心跳，暂时用要脑血状态，家属也按算20下晡陪讲。案发后，社会局已立即要求该托育人员暂停收托。第一时间主动通报警政及地检介入调查，并会同居家托育中心至该托育人员家中联合的稽查。目前社会局也要求这灵母暂停收信的囡仔，搁转托原收托的另外一个婴仔。家长已经提告灵母重伤害，后续社会局也协助追踪案件的司法进度。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啥人来看影片，真侪人是想。拜三有一只新竹江河顶悬有食烧酒醉的旅客伫车顶大声嚷，伫车长随赶紧报案，伫高雄车头甲这旅客请落车。也来高雄的轻铁内底嘛有食烧酒醉的旅客落车了后，煞过去约这只列车。伊讲伊有物件落伫车顶啊，也毋过到底是落啥？因为啉烧酒醉嘛讲袂清楚。警方来坐位边仔查问，煞来就将乘客请落车。18下晡5点左右，代替一帮上北新竹江河列车顶悬，一个50几岁的男性一直吵闹，袂其他乘客，列车长直接报警处理。经台铁高雄站务员主任表示，亦无法提供该名旅客搭乘其他班次服务，本分局严谨协助台铁公司人员将该名旅客带下车。原本要去新竹的乘客，因为酒后闹事影响行车，伫高雄站后代替改度运送客约请落车，但酒醉影响行车的案件唔拿一件。你先拿钱啊！这你的东西我不能开啦。司机催乘客纳钱，民众18暗时坐高雄轻铁到树德家乡站的时阵，看到一个进前落车的酒醉乘客，坐客运车叫来买客落伫车顶的物件，煞无纳客运车费。遗失物为车上旅客捡到交给司机员。但是因为民众过于酒醉，无法回答一些基本资讯来证明是否为遗失物所有者，因此司机员请其先下车处理计程车车资。乘客讲袂出遗失物的信息，造成列车但会使停伫树德家乡站。司机请乘客落车等进行了后，才以遗失物处理办法来领。加在停留的时间无久，但有暂时影响列车行驶。记者陈焕宇、寇正准高雄报道。来关心行人交通安全，实施条例修正案后个月要实施。交通部即马就有告讲，轿车学倒摆伫专区内底袂使饲喇叭，而且车速爱伫20公里以下。若是严重超速，会食罚单，爱罚款36000。行人穿越线头前，另外加一块黄色引人注意，就是要提醒驾驶放慢速度，外入去巷仔内底了后，限速20公里。配合坡浪型的人行道，伫转角的所在行的面积变大，避免车越上行压到行人。这样应该感觉不错，因为它很宽，然后又是新的嘛，颜色很鲜，这样子很鲜艳，这样子很明显啦。那造型很特别，
可能会特别让我留意一下，因为现在有路权的关系，我会特别看到那个字，会特别的谨慎这样子。这是台北市交通局当日试办的行人优先区，因为这个所在伫夜市附近，人甲车相克，巷仔又搁较矮。经过地方甲交通局真侪卡的座谈，催生出特殊的坡浪型的人行道，未来也可能进一步变作是行人优先区。把路型从原来的直的，它改成所谓弯弯曲曲。它最大的目的是能够降低车速，让车速在当它可能要转弯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幅度会大，所以它的车速会自然会降低。交通部配合10月份要上路的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部分修正草案，将让汽车甲慢车驶伫行人优先区，爱按照速限减速慢行，速限也爱伫20公里以下。若无让行人也会违法。在这个地方政府设置这个行人优先区的标示的范围之内，行人就是有优先的通行路权。那汽车行经这样子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够对行人任意的按鸣喇叭。交通部提醒讲，若车伫专区超速，一般超速上当罚2400块，严重的超速上当是罚3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反常、气候变迁，今年早冬稻仔的收成无好。根据农业部的统计，这摆稻仔收入的保险理赔金差不多是1亿半。第一期啊？第一期收拢歹啦，减若三成。气候变迁，梅雨季节，农民早冬稻仔收成真歹。农业部伫111年开办稻仔收入保险。根据农业部的统计，今年因为气候变迁，早冬稻仔欠收，拢总赔1.5亿。不过，有农民表示，政府唔知影是安怎理赔，因并无领到保险金。收成都大家拢歹啊，讲有补助哪有影？有补助什么灾损的啊？唔知这个钱是走去倒去。对此，农业部表示，稻仔收入保险有分2种，基本型的甲加强型。基本型是免钱的，农民爱比去年减20%的产量，才会当领到1公顷18000块的保险理赔。那加强型的是农民爱家己开钱投保的，只要减量5%，就会当领到保险理赔。农业部表示，真侪农民投保的是基本型的保险，要领到保险金是较有难度。为农民可能有无收到这理赔，可能是这个所在吼，这个地区伊的产量并无减少，所以咱鼓励咱农民朋友吼，除了这个基本型的保险以外，咱应该搁来投保咱的加强型的保险。农业部统计，这摆1亿5000万的保险金理赔内面，加强型的理赔金就占1亿。农业部鼓励农民会当投保加强型的保险，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险费，地方政府嘛会对咧补助，对农民较有保障，领到保险金的机会嘛较悬。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照电工一般拢是爱伫病院内底做，毋过台南的基美病院为着要推广居家医疗，有开发一台会当刷叮当的电工机。亲像最近着患者扫过发烧，毋过是希望讲会当伫厝内治疗，所以着病院提供伫厝内的急症照护，医护人员有出动马扎这台新设备去厝内做电工，嘛正做全国的头一个。75岁阿嬷当咧吊大堂，主要因为伊最近定家扫兼发烧，就算食抗生素效果嘛有限。医生建议爱做电工检查，即阵患者毋免阁走一逝，基比病院参业者合作，甲自行器改造，顶头倒一台缩小版的电工机，伫患者厝内就通做检查，这嘛正做全台湾头一个。在家里就可以就近照顾啊，觉得医院这个很好啊，对我们帮助良多了。这台机器其实它是一个奈米球管，所以其实它出来的色素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的 X 光量还会稍微更低一点。测试的时候在穿着的时候，其实也会穿防护衣去照射。那 X 光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它是不会残留的。卫福部7月末开始试办伫厝急症照护计划，针对有肺炎、药道感染也是有芳受影的患者，拢通申请伫厝甲机构接受治疗。基比病院讲，试办到当有18个伫厝急症照护病人无利便就医。毋过要像阿嬷免出门伫厝做电工，就要是适龄，也是爱做8型量表来做评估。我想这是跨出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医疗上，我们能够确保这个在居家的医疗品质，对家属来讲也可以减少这个疲惫奔波，
对病人来说，它更是可以避免他又在进到医院之后，在他免疫力不好的情况下，还有可能遭受到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感染。这个在宅的 X 光不只是用在宅急诊照护来照肺炎以外以后有未来不方便的病人有结核病的要追踪的安那拢会当用这台 X 光机来照。这个当随身在电工室的病医表示，这伫紧急医疗方面嘛通运用，像讲若有事故也是灾难，医疗团队当随提供准确的诊断甲照护。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伫户外公共场所去输到二手烟的几率上悬的所在是车头甲顶仔骹，也若排第二个就是公园和风景区。所以即马中华县的卫生局和中华市公所社区传递长有组一个公园辅导无烟的小组，去公园内底宣传唔通伫公共场所食烟。公园是侪侪人散步运动、开讲休凉的所在，但是详细看，涂骹煞未少烟头。民众嘛表示，伫公园内若拄到有人食烟是真困扰。咱家己无食烟，若闻到的时阵，对咱的健康嘛有所害。空气也好啦，为着咱的身体嘛好啦。希望嘛较袂感染。对啦。根据卫福部的调查，户外公共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上悬的是车路、顶仔骹，排第二的就是公园加风景区。中华县卫生局今年甲中华市公所合作，联合社区传理长成立无烟公园的辅导小组，去公园内宣导禁止食烟的措施。阮咧管理上时常接到民众来讲，有民众伫咧公园内底咧食烟，影响运动。还是讲散播人的空气，里面的很多抽烟行为人，其实可能是家己的邻居，借由这样子，就是卫生局、公所加上志工，我们一起进入，然后也化解他们志工对于这样的尴尬，然后比较愿意走进那个无烟公园进行宣导这样子。卫生局表示，二手烟已经列做一级的致癌物，但年有800万人因为烟害过身。根据烟害防治法规定，所有公园拢是禁止食烟的。卫生局嘛呼吁有食烟的民众，为着家己甲亲人的健康，就要量早戒烟。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泡沫院和芭蕾侦探艺术博览馆百年珠宝公司做伙举办特展，要展出3间博物馆内底收藏品，计共有260件。安尼东方、西方的设计拢会当做一个看到。外观彩绘甲真水，2对上文良，喙甲莲花含灵芝，这件青条含亮，用彩玲珑灯饰罐，设计真精巧。对馆内暗管甲准一个，会当看到内罐的红色夜宝，就飞伫5彩相混之间。放伫伊正手边的是有名的珠宝公司，房客也包伫1950年创造的 Zip 拖链仔，佫有空旋石设计是真技巧。展现上水的工艺技术，芭蕾总是艺术博物馆的部落画有挂的长暗管鼓，是法国有名的会场，邀请真侪艺术家做伙创作。佫顶悬的天使是做甲真有路，是雕塑家罗丹做的作品，会使讲是19世纪法国车花工艺经典。明年故宫是100周年的延庆，是推出经过7年去策划大美不言特展，会展出3方超过260件艺术品。所以我相信这样的展览一定会带来一个不同的视觉经验。特展会先伫北院举行，9月后半个月开始，明年1月会刷去南院来展出。故宫要透过东西方的文物、装饰艺术和精品的下界对话，希望予观众一场目睭真舒适的展览。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